文化部推动台语主流化，最近这几年已经有愈来愈多台语创作。新报道一个创要10年的这剧团，甲因创团的经典改做台语版的，就号做搁再飞上天。透过这受伤、福建，搁再自由飞上天的故事，鼓励囡仔爱勇敢，莫惊会跋倒会受伤。 阿乐甲阿母做伙甲白鸟仔医拍拼福建，互伊受伤过的石鼓通赶紧变勇行。这是原厝厝工作室剧团以前创团的经典作品，但重新改编做台语版的《搁再飞上天》，要互囡仔通对戏剧内底了解，讲生活中就算讲受伤、跋倒、身躯边有关有亲情朋友斗阵陪咱勇敢面对，总有一天会当搁再飞上天。 剧团表示，为着要让大人囡仔拢通享受台语的情景，因加入侪身边的台语囡仔歌。剧团希望透过戏剧互动，互囡仔若听若有趣味，嘛带动大人开嘴甲囡仔讲台语。啊，小朋友本来是讲哦，敢若听无，也是要看字幕。啊，到后来的时阵，伊嘛是足欢喜的，甚至讲迄介绍讲要秘小吹的时阵，伊甲伊讲，无啊无啊，无伫遮哦。会使互父母含囡仔之间，会甲翻译啦，甲讲比如讲教爱的台语是安怎讲，伊即摆在讲啥？亲子的之间的感情，即摆都是提升啦。 表演现场有袂少带囡仔来看戏的家长，针对政府长达10个台语家庭计划，家长肯定在生活中增加台语环境的做法，透过深色的互动，囡仔嘛较会愿意开嘴讲。听无，安尼就变安怎？我就爱伫边仔甲伊讲，这是啥物，在讲啥，安尼，嘿，给尴尬。他们学校虽然有在教台语，但是也不是很，就是都是只是一些皮毛而已，对，就觉得在环境中还是要多讲一些本土的语言。 剧团表示，虽然台语亲子剧的票房有较食力，不过看到侪台语家庭无论到外远有关系的小招带囡仔来看戏，嘛，互因愈有动力继续拼落去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佑、新北报道。